杜志祥啊，你是想讲倒钱收无到，唔甘愿，规气叫你查某囝用怪心？就把错，若是讲你咧讲人尻川后话吼，我听了是足惯势的。啊，你今仔假到正人的面头前讲串话吼，我开场也袂讲，安尼听了去点点啦。来，咱今仔话讲个清楚。好啦，卡萨，食无恁的代志啦，你先去食饭。人都唔惊人笑啊，你哪就惊失去头家身份？杜志祥啊，你若无欠钱用，阮后生啊就约10万块，互你查某囝。我知啦，你就是出来办倒，惊用化起化倒无面子，才家己开店要做头家安尼是？你哪会摕钱啊？我是甲伊做的啊。恁两个搁遐敖搬戏，一个东起一个倒头。我讲啊遐对人，要借钱嘛就要等伊人甲二条，你二条起来啊！无你的代志啦。杜志祥啊，家己若要做头家，家己就较认份的，唔通安尼四两也无钱，要死过也唔怪。卡萨，是我家己要做头家的，我拍算要家己开餐厅啦，啊无想要互你知影，我毋则拜托阿霞挂伊的名，啊请坤祥阿伯还走。你，无你是咧讲我牙笑？是啦，卡萨，你家想看卖，这些啊抢入来的钱，拢嘛你咧还呢？啊我这做头家变成就较唔得啦你。爸，哎，仔，你出去哦？太早，我爸爸嘅。哦。阿爸，我想要开餐厅，嘛是为着你啊。哈，要开餐厅哦，啥会恭喜哦？家己要做头家做，想啦，阿爸，我要出来。阿爸，仔啊，徛到万了呢。吼，迄头遐大，佮徛遐青光嘛，是你赶时间惊煮袂赴红食的款。毋是啦，阮阿爸咧生气，伊一抱讲你要摕单调啦。啊？是我要摕去单调，啊，我甲斗3工安尼，白甲好势溜溜。仔啊！卡萨，别叫啦！我早若知影讲，你要行5个月吼，洗出我甲你电视啊！卡萨，啊你嘛知影坤祥伯伊个人讨累累啦，啊你一届见面讲话讲啊遮歹听啊。我若无留啊做条仔面子互伊，代志歹收煞啦。你是咧行罗马信？你唔通想讲我唔知呢？你踮咧脚床后，嫌杜志祥嫌我无一块好，其实你就是惊下，袂当甲你做伙。无彩我饲你遮大，你巴肚内咧想啥，我敢会唔知是？你最好是莫踮啊到受伤受伤。我嘛知影讲，恁少年要斗阵，无爱互老的做主。但过样做，你是甲别人无共款呢。咱是金门坑银汤匙呢，咱若要趁亲情，嘛着趁一个门当户对，唔则袂去用笑。卡萨，嘛爱经济贤惠，顾家顾翁婿的好新妇啊，这嘛真要紧。我安尼讲对无？迄当然咯，卡桑会甲你找一个上介好的新妇。无咯，卡萨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这我知，你即嘛是讲西仔场遐下巴拢我咧惯心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某若娶咧，我自然就会放互你啊。只要你工人顾会好，剩偌济拢嘛是你的。我毋是咧讨混食的啦。啊你毋是爱食的，敢讲遐财产了别人收？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顺你的意思啦，要来工人管工人啊。
但唔通啦，这笔关吼一定爱留落来啦。我都知道美院者老这要创啥？无啦，啥？放弃啦！卖啦！叫你放弃，你不要听心啦。哎，啊，毋是讲要开餐厅，啊哪会变安尼？为着要开餐厅啦，阿霞早就甲英俊来借钱啦，啊，佮惊我知影，借无啊说讲啊遐话，敢会听你？我开这餐厅是要搞保险啦。啊，无要开餐厅，嘛无需要讲甲你规世人宝贵的经验等咧放水流。我都袂堪你互别人起落啊，家己起落啦。阿霞吼，你明知影讲我一世人上起叫钱交赚啦，我调工去甲英俊来借钱。啊，这几样代志你还阁看袂出来哦？英俊啊，就是无甲阿霞甲你当做外人啊，今仔日毋知摕这条钱出来要斗相共。你这个戆囡仔，你敢知影我是安要开餐厅？我是为着要牵生你甲阿霞呢。无毋对啦，若是讲论钱财、论人才，你甲英俊拢袂比哩。要毋过你人就较老实，要替阿霞选翁婿吼，我早就按算你啊。太全啦！啊，你家己敢拢无拍算？还是要拍算啥啦？连你都讲我甲人袂比的啊了，我是要安怎拍算啊？搁再讲啦，我伫阿霞身躯边踅来踅去，上无嘛10几年啊。若是有希望吼，我家己老早就讲啊。就是安尼，我毋则要甲你斗相共。啊，等阿霞的心嘛无伫我遮，免闹效啦。新娘房啊，若还袂伫落吼，拢袂准算。啊，查甫人吼，打头就较早的啦。啊，你行拢袂着顶啦。免惊啦，我无亲像恁老母安尼啦，见人就骂啦。哎，啊无伫诶，我毋知咧，啊你敢无你？无啊。认真讲起来，我是爱请你入来内面坐坐啦，因为你敢在恁老母的面头前印一款话啊，来鼓励我这个民主，我是真甲你感谢。要毋过阮士大人吼的心理，你嘛得爱先了解一下。等恁少年人啦，即摆咧讲究这恋爱自由啦，哈。啊，但是阮这做士大人啊，总是爱将这个歹性啊上起来藏。恁恋爱一个句吼，一定爱讲到婚姻。啊，若讲到婚姻吼，哼，啊，我看阮阿霞是无才调捧恁厝这个饭碗。关小阿伯，你是咧惊阮卡上对阿霞无好心？这婚姻吼，敢若一支秤，啊，两边若无平等吼，伊就起几边啦。啊，本来恁老母的代志吼，我也无想要甲批评啦，因为恁少年的到啥时都还无一个皮毛吹的，啊，我若去甲批评，啊，莫互讲安怎，你用笑啦。关小阿伯，我请媒人来讲吼。哎呀，我都毋是这个意思咧。本来阿霞讲要去恁洗仔厂上班吼，我心肝内就足反对啊。但是我一直拢无甲动呢，啊，到我恁安尼出出入入啦，啊，亲像今仔日啦，靠恁老母安尼庇佑啦，我到暂时拢无动阿霞任何代志呢。因为我知影阮这查囝的个性，伊若认为讲对的吼，什么人甲动拢无效啦。关小阿伯，你的意思是？啊，都无啥物事端啊，煞去上好啊啦。啥？
你叫我放弃阿霞，你家己小想看卖啊咧啦！啊，你敢若当恁老母迄关就当袂过啊！江俊啊，你若是真心伫咧爱阿霞吼，你着爱替伊设想一下。啊，若是讲我吼，是袂去互阮查囝受任何人的欺负啦。啊，恁即口罩若假甲阮阿霞安怎吼，哼，试看卖啊咧！看我都市上啊，好死也歹死啊！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阿霞，啊用出来遐钱摕用去袂？阿爸吼，一世人做多事啦，啊，但会好嘢袂好嘢吼，这拢无要紧。啊，一世人做多事，菜底也食惯势啊，凊彩食嘛袂讲经常枵死。咱做人吼，两骨着爱食，着爱停。啊，食清这种凊彩就好啊。一世人哦，你若讲要番薯签、搅豆油啦，啊是白滚水、煮喙焦，拢嘛是共款伫咧过啊。这啥啦？白滚水啦。阿爸，你脚团甲起补呢？你甲我管啊！好，强要乱搞搞去。蔡传，啊，这敢是阮阿爸迄本谱啊？嘿啊，叫我等你徛底去。啊，你去徛底捡起来哦？对啊。哦，迄水食甲会歹的哦。你看，伊等你徛底去捡，啊，伊若等你走空，你毋走去走空去。哦，那迄种我无法度，迄个叫消防队。阮阿爸性地是有够歹，转来甲伊问拢毋讲啦。这想我要来甲伊问看卖尔，想要到你拢甲捡转来。我看恁爸这边吼，是坚心吼，无要做总铺师啊啦。袂啦，我想伊气消落就好啊啦。免啦，根本就免等伊去消落去。你若肯答应讲在学煮食吼，伊马上8点厝落菜刀夹开，迄总铺师的办事吼就要出来啊。
我甲伊学煮食哦，啊，毋着走三顿冤家，我走不来。嘿，迄嘛有影呢。啊是讲，等你念着要嫁啊咧，啊要嫁啊再来学煮食，敢会有？啊，你是讲伊倒去啦？我是讲你甲英俊啊。你无甲英俊创啥啦？无啦。啊，你来变甲秘书？无啦，啊，我是想讲，你也毋捌伫人顶走啊，啊，将来若嫁去人兜去吼，敢知影讲人的碗内到底咸啊正？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英准，阿姆，什么人啊？哎呦，是婉如哦，婉如啊，你若遮久无看，咱是走去倒位啦？我去日本佚佗啦，带一寡珍珠粉要互你啦。哎呦，那就遮客气啦。哪有啦，啊，着看手啊。多谢多谢。英准，你面色哪无够好吼？啊，对啦，英俊吼，啊，着去洗下手才倒转来吼，可能人较忝的款啦。啊，无错哦，着先去歇困啊。你过来啊，我若好意思去困。啊，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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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婉如啊，英暗吼留去食暗，啊食饱吼，我再叫英俊啊送你倒转去。那就啊客气啦。便菜饭尔啦。啊，对啦，婉如啊，暗伫咧伫厝，你若无来甲我斗热。我着去日本，毋知影，若无我一定来互你请的。哦，是安尼吼。啊，讲到入厝哦，我着安尼规百火啦。是安怎咧？啊，着为着请迄个刀子上来办桌啊，办到我使甲伊起冤家啦。我着甲生一个老鬼着力啦，啊，毋是干那冤家尔呢，尾下佫补我一出偌大出的哦。婉如啊，啊为遮济，我写请过一寡代志爱烦恼，歹势啊。无咯，英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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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你要去倒，你毋通想讲我毋知呢。我有敲电话去工厂找你无啊？我是安尼滴点点，你是毋通愈来愈好款呢？入去啦！我拄则个讲我要出去啊，啊，即摆个入去个闹开啊。你啊，家无要死哦？我叫太专去叫的啦。要叫转去做家庄哦？啊，食青拢爱可以奔波啊！你若不爱用嘛，免甲迄个水底单互烂。我甲你讲啦，食水过拜树头，这道理我拢知影。啊，恁免我变变迄种出头啦。物件佫捡转来吼，我也袂愿做总部啊。啊你哪拢伫的哦？啊你便当叫咧工厂的吼，我惊叫臭酸去，啊就免叫甲食落去啦。嘿，昆上阿伯啊，哎呦，红烧麻、腰来肉、高丽菜哦，不吊酱，你凊彩煮煮，我凊彩食食，啊佫真好食呢，多谢哦。你做你食啦，我饲一个查囝来伫咧笑我面底皮吼，不如我咧，互别人食，人还我客多食咧。哎呦，恁爸面臭炎炎哦。啊，你啊妖鬼要死哦！啊无食要看我歹哦。啊，靠我咯，靠我，你啊搞话要死哦！我哪知？啊你啊歹要死哦？我看是你骗我较歹哦，惊花。你钱啊长啊？好啊啦，太专，你甲外家都搭喙讲，不如去甲阮阿爸人我笑。我敢，我用迄本簿仔捡转来都嘛甲臭头啊！我真正气，若甲人无笑吼，煞叫刣死。哦，原来就是你惹人生气哦，害我去寻到雷公使。太专，我去试看卖的啦。无咯，这气无好势，死人呢。哎呀，去啦，去试看卖的嘛。来好，来好，来好。哦。外基啊，便当去工厂就好，咱就专工摕来啦。算毋知去咧工厂就好，啊，就去用拜托着啊。哈？
少年头家吼，叫我甲你讲吼，要见一个面呢。